大家好，今日呢段片最主要就會講呢個熔點及沸點，就係 melting point and boiling point。咁我哋都會簡稱咧 melting point 就係 MP 啦，咁啊 boiling point 就係 BP。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我哋先重溫一下咩叫熔點及沸點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如果個氣溫咧係高過熔點嘅話，即係咧 let's say 熔點係20度。咁如果佢高過20度啦，例如可能佢喺25度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一個物質咧，佢就會由固態變成液態，就好似咧冰啊，高過0度咧，佢就會溶咗變成水一樣。OK， 好啦，而沸點咧，其實就係講緊好似煲水咁啊。當咧水嘅沸點係100度啦，咁啊，當我高過100度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由水變成水蒸氣。OK， 咁係由液態咧轉做呢一個嘅氣態。OK，咁就係講緊咧沸點嘅特別嘅地方啦。好啦，咁我假設咧，如果有一個物質佢嘅 melting point，即係個熔點咧係-5度，而咧佢個沸點就係30度嘅話。OK，咁我哋會睇啦，究竟佢喺乜嘢嘅氣溫底下，佢係乜嘢嘅物態咧？咁我哋點樣去睇咧？首先我哋要畫翻呢一條垂直嘅溫度計出嚟嘅。好啦，譬如咧，我假設佢嘅 melting point 係-5度，OK， 假設-5度喺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啊，佢嘅 melting point， 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越低嘅話，即係講緊越低溫啦，咁啊位置越高咧，就講緊越高溫嘅，咁所以當佢咧30度喺呢一個位置嘅話，30度，咁就係佢嘅 boiling point。OK， 好啦，咁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如果個氣溫咧係高過低過個熔點先啦，低過熔點即係-5度以下，即係呢啲位置啦。好啦，咁佢咧其實唔會溶噶嘛，因為佢未高過個熔點。OK， 咁所以佢就會係一個固態嘅物態啦。OK， 好啦，但係假設咧，如果嗰個氣溫一直上升，以至到佢高過-5度，OK， 高過-5度咧，就會喺上邊-5度嘅位置啦。好啦，我假設佢高過-5度，而又低過30度，呢個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咧？就係佢會由固態，因為已經高過個熔點啦，所以佢會溶啦，係咪？咁佢就會變成咗液態嘅。OK， 由固態變成液態。好啦，假設嗰個氣溫再去上升，以至到佢一路上升到高過30度嘅時候咧，其實因為已經去到佢個沸點啦。沸點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好似水滾啊，煲水煲到100度之上嘅話咧，水會變成水蒸氣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其他物質一樣嘅，當高過佢嘅熔點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就會由液態轉成氣態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咧，總括而言，我哋去睇究竟一個物質喺某一個溫度究竟係乜嘢嘅物態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就係睇緊佢嘅 melting point 同 boiling point。睇到呢度，咁當然係有個小測試俾大家啦。咁啊問題嚟啦，如果喺20度嘅時候 ，OK， 究竟呢個物質嘅 physical state 係乜嘢咧？OK， 即係佢個物態啊 ，physical state， 究竟佢係氣態啊、固態啊，定係液態咧 ？OK， 咁啊，俾少少時間咧，大家去諗一諗。嗱，你可以暫停咗我呢段片先嘅，直至到咧你計到個答案，或者你揾到個答案啦，你先至再播翻，好冇？咁我依家咧就會開始咧講翻究竟會點做啦。好啦，望住呢一個位置，我哋咧畫翻一條垂直嘅溫度計出嚟。好啦，佢嘅 melting point 呢一個位置-5度 ，OK， 而佢嘅 boiling point 咧就喺30度嘅呢個位置。好啦，個問題嚟咯，究竟20度喺個溫度計裏邊係邊一度咧？咁啊，20度當然係低過30度啦。
亦都咧係高過-5度嘅。咁於是佢應該會係中間呢一個嘅 area。嗱，咁我哋就諗啦，最低溫嘅時候，水咧會係一個固態嘅形狀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最下邊呢個位置咧係固態啦，係咪？咁啊，solid。好啦，去到咧高過5度啦，即係高過-5度嘅位置咧，咁其實咧佢就會由固態轉做液態。OK，liquid 啦。咁啊，其實你已經見到個答案啦，就係-20度咧，其實佢係喺 liquid 液態呢一個區域嘅。咁所以佢個 physical state 係乜嘢咧？就係 liquid 啦，液態。OK，不過我哋再睇埋再上去嘅話，OK，再上去嘅話咧，其實就會由液態變做氣態 gas。OK，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呢一個位置佢嘅物態咧就係液態啦。嗱，去到呢度咧，同學應該知道首先咩叫 boiling point 同 melting point 啦，亦都咧知道點樣可以分辨究竟喺某一個氣溫嘅底下，一個物質究竟佢會係乜嘢嘅物態 physical state。OK，總共有3個分別咧，就係固態 solid 啦、液態 liquid 同埋氣態 gas 嘅。OK。